各位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記者國際。這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來關心嘅是兩黨都進行兩強嘅兩朝，美國總統川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面嘅相關問題。今日節目地圖為大家繞場到係你嘅老朋友莊國生莊教授。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咁啊，莊教授又來你傾下討論嗬。你看到嗬禮拜嘅見面嗬，算係有幾隻鐵點面再拿出來討論。第一，川普嘅上任樣3週年，之前奧巴馬喺上任7週年為幾年咧，將來中國嘅兩朝嚟見面，做乜叫按條件？啊，禮拜見面咯，到啲時間點，到底用哪條重點？你揾人問看。川普佢希望解決嘅問題當多啦，也係佢選舉嘅時候主要嘅訴求。啲當多問題哦，實在同中國係有關聯。好，譬如講佢講要發展美國嘅經濟，第一美國嘅經濟，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中國，啊，解決同中國嘅貿易嘅問題、匯率嘅問題、投資嘅問題，等等，所以要形成一種佢必須要夾同中國見面嘅一種氣氛。好，第二呢就7月嘅時候，即係世界上嘅主要國家嘅高峰會，好多G20，都德國要開。一下就4月咧，這7月其實也當權咧，所以喺中國方面咧，也希望都要高峰會之前要同川普見面，所以兩邊就有都有個時間見面開會嘅一種嘅意念，所以當然也即一下嘅見面就會開始。既然是第一7月所謂見面咧，做乜按條件你要先單獨同川普見面？另外，人家講到經濟嘅問題，你哋能夠看到呢度媒體嘅分析，也有講到其他面向，包含講係咪北韓嘅問題，也係重點；南海嘅問題係咪中國其實一直本美國唔係當歡喜，係一點是一種政策。因為你看到川普上任以前，大概同天花本你嘅總統，不過呢度也多少有講到，從一種政策也唔係談得咧，係咪？川普算係有史以來第一個一種政策是出現一種搖擺狀況嘅總統。佢係咩話搖擺狀況？佢可能係要觀察嚇。當然，從某一個角度嚟講，因為佢對台灣嚟講可能係較友善，一點應該可以成立。不過，喺中國方面對佢一種嘅態度，肯定係唔係滿意。所以中國方面也希望佢可以改變對台灣問題嘅立場。一點也係一擺會議咧，伊個重點。當然，一擺會議冇一天講就會達到乜嘅共識，但係至少繼續講先建立一個架構，就會講從以後開始大家就慢慢嘅就有一種嘅元素之間嘅溝通嘅熱線也好，係呢一種嘅溝通之間嘅默契。因為對中國嚟講，都布希嘅時代，布希曾經邀請嘅江澤民以及德州嘅沃卡，烤肉啊，來喺安尼散步嗬。從此之後，中國因為講也係一個非常嘅對中國嘅重視嘅表現嗬。講實在，中國人派外交面子非常嘅重要嗬。實在頭物嘅重要事情，每天要透過安尼嘅方式啦。但係佢就知道一種就同其他國家兩朝無共用，所以大家佢就會用喺因嘅美國總統係咪會搶？中國嘅兩朝去加烏卡作為一個關係嘅一種嘅象徵。尤其係對即中國嚟講，中國同其他國家冇共用，中國冇總統府啦。中國咧嗰種嘅中南海地方都中南海，但係中南海啲都會中央政府嘅機關，嗰種嘅分佈，然後處家庭辦公室用嘅分，長期來係不對外開放嘅，電到美國係開放嘅，所以中國當在意講，你係咪搶外去加烏卡，安尼又表示講對中國嘅重視。當然一擺嚟講，習近平也希望得到川普安尼嘅重視啊，一點係中國對一個高峰會非常熱切嘅盼望，也就係講實在係中國較想見面啦。唔係美國較想見面，因為像南海問題，其實佢持續一當久嘅，至少一幾下年嘅，也唔係講一兩個月風言有乜嘅大嘅變化。北韓問題，佢當然，你看兩面要會集會談，而家都冇俾面子。會談嘅事情，當然對國際政治嚟講係一件大事，但係也唔係第一擺。北韓以前也赴過會談，所以有啲問題看起來北韓係咪一下就會發動戰爭？從各方面嘅情報看起來也麻。因此呢，一擺嘅會議天意就會講，係習近平希望
得到川普的重视。所以迄TPP 就走到美國，唔係川普走到中國。一點喺到國際政治來講係咧重要，係中國走回美國，唔係美國來到中國。一點喺即國際政治上，看起來中國都一下來講，希望要求於美國嘅事情咯，係咧比美國要求於中國嘅事情來較多。你樣看啊，就從高水樣分析嚟相對一點。雖然講川普佢上任樣3年，不過佢也看過看日本嘅安倍佢看2擺，上任以前1擺，美國2禮拜以前也見過面嘅。你下問中國，問題係講中國啦，其他國家嘅人數比起來係無強嘅，佢算係美國青春有嘅對手。你做嚟樣講，中國當然看習近平做研究嘅任是19大愛點重嘅，佢準備都同好勢咧。問題係川普係完全冇外交經驗嘅人咯。美國敢準備好啊，尤其係因為川普敢準備好啊。從以下美國政府嘅高層人士看來，我知道準備可能唔係當充足，因為佢當到創業嘅職位，也含空缺無人去做。700個像副國務卿以下亞太助理副國務卿做起萬人面，國會也冇同意。空啊，所以一點來講，產生個先生佢判外交一個非常大嘅問題。第二家主持人講到。歐洲國家、日本嘅佢同美國嘅關係無強弱。譬如講歐洲國家佢有北約，所以美國平常同佢哋就有佢非常這種複雜，然後非常嘅這種頻繁嘅溝通嘅機制啊。都同日本佢有美日安保，佢本來就會盟邦。咁樣對中國嚟講，只有過一過啦，實在平常冇啊。佢哋冇乜個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冇乜個特別嘅條約，也冇乜個特別嘅這種組織。所以講對美國嚟講，對中國嘅外交，同對其他國家外交冇多強弱。而且不管樣嘅，都軍事上嚟講，美國係咧把中國看成係一個對手，一個威脅。但係佢唔會把日本或者歐洲看作係一個對手，一個威脅。因此呢，對中嘅外交，嗰種嘅不管係溝通嘅時間，還有次數，還有平常嘅這種情況，同美國同其他國家是冇強弱。因此呢，有啲地方美國咧一種判例對中國外交嘅人數不足，有啲問題特別嚴重啊。問題係講，既然咁樣，上個今年後美國見面咧係習近平，佢也準備得好勢，中國既然準備好勢，問題講，你下對川普大下人又唔拉啦，佢設計要冇外交嘅經驗，咁咩本期落入一隻對談判方下不利嘅地位。當然正確，安尼講法非常正確。就是講，對於中國嚟講，當然趁美國也忙準備好勢嘅時候，我來同佢談。其中我答應嘅，係咩比佢準備好勢，我再來同佢談。對中國嚟講，當然係先前面啦。佢忙準備好勢，我就同佢談，安尼當好啊。但係對美國嚟講，當然美國也唔係唔清楚一個事實啦。但係第一，佢人事問題唔係講解決就可以解決啦。有啲個人簽佢來聽書，佢冇意見啦。有啲個人有意見，但係可能國會係喺其他方面有影響有阻力啦。而且對川普嚟講，家講到7月高峰會先中國又有時有，第二中國即刻就點來，安尼也冇乜個冇啊。我作為3年總統，但係中國就夾走來，安尼對川普嚟講，上市項佢也有感覺像操控嘅意思，當然每天操控，但係上市上嚟講喺美國實佔上風，所以美國佢就衡量下就講，雖然佢準備蠻充足，但係佢夾就走點來尤其係佢先到美國來，一點嚟講行啲利他而避啊，所以講就行啲接數一擺一飛二。你對全世界家講到人事你也來看一下人事嘅變化。係柏強嘅首席測試，佢哋嘅高級嘅顧問 Stephen Bannon。佢從對國家安全會議 NSC 制度本人出名，改做佢哋嘅國土安全顧問 Thomas Borsellino 來代替。兩項人事嘅變化對，因為佢係國家安全會議，對美國嘅國土安全會有乜個影響？第一件事情要按度好，中國人事而來嘅，你睇美國嗱佢青春一位對手而談判嘅時間，既然冇按太條嘅人事，你話時間咁係度好定定，亦係有乜個原因喺度？美國政治啊，講實在當複雜美國政府啲都會高級官員嗰種職位係可以隨總統來調整。譬如講，總統可以慢慢做其他高級顧問，係咧國家安全顧問，一點看慢人做，可能佢喺政治上嘅權力同責任，
就冇随着不同的冇共样的总统就冇共样啊。因此呢，一旦人下台吼，当然起码嘅原因，伊下第一人当少，哦，也唔係學天講佢就切對同吼嘛嘅外交事故有關。不過伊下總嘅看起來吼，佢總嘅一種嘅外交嘅人士係咧無切啦，哦，一點係咧加講過嘅，哦，所以一萬人上來，萬人下台吼，哦，不管樣嘅爭。就算佢下台，加講到講巴農下台，好，即係巴農一陣年都美國嚟講嘅政治方嘅哦，一般嘅風評吼，好點都唔係一種嘅主流，好係非常嘅右派嘅人，好一種人吼，即不管都面對國非，還是面對吼外國領袖吼，實在唔討好啦，好唔容易得到佢哋嘅信任，因為佢係一種較極端嘅人咯。不過川普自家是安穩人，所以一當時期就講吼，川普他家最近提到講。好，佢用嘅佢自家摸嘢嘅西郎吼，因為今日政府，都政府哋都做些，但係電腦也不卡一條人吼，吼電腦喺媒體係國非較接受嘅，因為一條人較中間路線，吼一同羅波一政治較可以對話，吼電腦一種有真實質位嘅人吼，所以裙帶關係都冇要緊嘅，反而一種有真實質位嘅人吼，吼他個批評較多。好，電腦也無卡人吼，他個是都講，好聽較主流嘅意見咯，係你都要政治哦，較了解。所以一啲川普政府哦，講實在嚟講，也係一個問題啦。哦，但係啊，不管樣嘅，也係川普個人嘅決定啦。既然講到國家嘅安全吼，你係咪看到兩隻名詞？國家安全會議有國土安全部，都係美國呢兩隻部門。要做清楚負責美國的國家安全，其實有乜分工嘅？留喺台灣來看睇，較像喺呢嘅乜嘅部門？國家安全會議吼，同台灣嘅國家安全會議較集權。即係呢國安會。實在呢國安會到設計嘅時候要參考各地嘅國家安全會議咯。啊，不過當然呢國家安全會議下邊要改呢個國安局。哦，各地嘅國家安全會議下邊並冇明文規定講佢可以改乜嘅地方。所以國家安全部、國土安全部唔係佢帶下嘅機構。也要講美國喺政治當時期就講總統授權管就可以管，嚇總統冇授權管就做唔得管，嚇就好冇就會講一種嘅實際嘅影響力就當大。哦，而家嚟講國土安全部嚇，都台灣冇類似嘅組織啦，嚇，佢係因為嚇美國為咗愛反強，所以講佢就嚇設立了一個按照國土安全部嚇，統合嘅國內嘅治安嘅力量嚇。哦，來從對呢種恐怖攻擊吼，來加以對抗啊，吼來即處理吼。啊，嗰點同國家安全會議係無共樣，國家安全會議基本上佢係咧幕僚機關吼，下邊冇變啦。哦，啊，可能總統主權本佢獨結樣嘅態度嘅天，但係對於啲國土安全部嚟講吼，佢長期來佢只要負責國內嘅反強，吼對國防對外交其實佢冇權力，吼也就但係。假使總統講係一授權講喺國土安全部嘅部長，同呢國土安全嘅設立新嘅官，或者國土安全顧問，好多美國政治也係做得，好台灣他假使都冇辦法接受，或者黑機關，好誒呢政府因為好政府嘅組織、政府嘅機關嘛，跟人嘅職位吼聽到當樣，但係都美國冇，啊總統新任，哦總統知道有需要，佢隨時可以整曬機關。新嘅部門、新嘅人都做得。新嘅部門、新嘅人吼，只要嘅新嘅部門、新嘅人吼，冇講吼非常嘅龐大，係你講實就影響到法律當道嘅邊界吼，一般嚟講就會做得。哦，所以而川普嘅佢對政治嚟講吼，看起來唔係按熟悉，所以講唔聽個未來幾下年咯，佢會顯示其他部門、其他職位吼，好來聽數佢處理事情也冇一天啦。OK， 新聞上半場嘅時間，張教授為你帶來按詳細分析，其實下半場趨勢嘅關心，大家都知美國對中國最不滿嘅係經濟造成佢哋貿易嘅唔公平，不過中國都了解切割為乜嘅，美國咁清楚佢哋要拖到乜嘅，先了解下趨勢嘅關係。歡迎大家過嚟擺轉到討論嘅現場，其實都請教張教授，呢下擺你看到吼，中國同美國交數吼有按照經驗嘅，呢下擺看起來從然中國較了解自家愛拖到乜嘅，愛要求到乜嘅。不過川普兩拖嘅美國政府，咁有一隻，你看得出來係有完整脈絡嘅中國政策嘅。係講檢地留中國拖到乜嘅，到底係貿易，亦係人權，亦係講國家安全。
幾個年買嚟中國交易，你還提講川普做總統以前寫過一本書，叫做交易嘅藝術。都係佢摸清楚，佢要留中國拖掉嘛？我想佢最清楚嘅係貿易，就經濟問題，因為國會一黨關心嘛，有些人佢老話講總統關心外交，國會關心經濟啦。所以總統也會關心經濟啦，但係國會不見得關心外交。因為國會佢所有嘅議員，佢就有掀起企業選民嘅壓力嘛，所以不管共和黨也係民主黨，不管乜人做總統經濟問題係對國會最關心。一擺川普到選舉嘅時候強調講，我要發展美國嘅經濟，但係當到地方需要錢。我講盲線都係講當從嚟講，中國要打40%，所以你一年學多廿門係話而家咁樣講冇咁做會多。特別用現前，我是之前講法講到暗從，像北韓問題而家講，係講中國冇隨條牽北韓冇按做硬要出書，結果都講冇樣。我想啲講打40%嘅稅，也有一啲咧就係這種談判嘅籌碼啦，就會先把個價錢來過，然後再來殺價，再來討價還價，這都也係有可能嘅事情。當然美國同中國未來係咪可能就貿易嘅問題持續嘅有爭執，然後川普會對中國嘅匯率嘅問題、貿易嘅問題、傾銷嘅問題、投資嘅問題，一定對中國有壓力，我想也係必然嘅啦。所以喺台灣嘅新聞，當時有看到就係到國際上中國色彩同歐洲同歐盟嗰種貿易嘅衝突貿易嘅這種嘅爭執到世界貿易組織去打官司一種事情當道。美國較少，因為美國較對貿易嚟講佢美國出醜，本中國出醜，美國貿易嘅測試對佢嚟講較唔在乎。限咗嚟元素啊！佢可以元素，因為佢本身經濟發展嘅一種特性嘅條件所以美國對中國嘅貿易嘅測試越來越高。但係對歐洲嚟講，德國係出醜國家，當到國家佢自創業係你當創業，所以佢對嗰種貿易不公平嘅忍耐力比美國較大，歐洲較大，所以歐洲一接同中國嚴格就講，你這產品有乜個問題，傾銷係你關稅問題，等等，所以未來可能美國對一方面慢慢地會同歐洲共用。打貿易戰啦，中國打。貿易戰或者一個貿易嘅爭執，一點中國可能未來必須要習慣啦，因為以前嘅美國至少到未來嘅3-4年同過去嘅美國是冇共用。川普講到按台上講，佢要發展美國嘅經濟，然後支持佢嘅人也當到係嗰種基層嘅選民一種勞動階級一種人必須全部一定要拿出政策來，拿出實際嘅嗰種成果來，冇下百姓佢可能佢冇辦法得到支持。所以一點嚟講，不管同中國談幾多次，乜個時候談貿易問題絕對當重要。你把美國嘅人民佢不見得會關心南海問題佢不見得會關心北海問題。南海對哪位？即係對你美國嚟講太遠啦。所以實在長期來，美國對南海問題也唔係動用力啦。睇起來連川普也都咁我搞轉呢小嘅非常嘅明顯，因為南海問題當然中國不拖呢都嗰邊發展咯，但係到而家看起來一冇發生戰爭咧，馬上嘅門下嘛。講北韓，佢當然大家看到北韓最近動作當道，但係不管樣嘅從各方面嘅情報嚟講，北韓佢也冇準備去發動戰爭，而且南韓嘅總統馬上就要選舉。所以因為唔係點到你啊，空窗期係前後了咩事情嘅時間？因為南韓嘅總統已經連續2任就係所謂右派啦。保守派執政，一保守派或右派朴槿惠一種對北韓係較強硬嘅，而家好唔容易朴槿惠下台，而且係有司法問題下台，下一呢啲總統當可能係左派就文在寅，對文在寅也好，係你其他人對北韓較友善咧，他對北韓支持贊成對北韓演出嘅陽光政策一種人會當選，而這時候北韓假設有乜嘅動作尤其係對南海乜嘅動作個點都係同嘅佢自家自錯不利啊！因為而家假設北韓飛了飛彈到南韓嘅土地，佢前2年是飛咗對海航啊，海航佢對一種嘅南韓嘅總統候選人，萬年都講唔出講啊，以後我繼續我演出北韓，係你聽出北韓度過一經濟嘅困難，北韓我想冇眼。所以北韓自家也期待陽光政策，因為陽光政策對北韓嚟講也係當然靠會出嘅啦，嘅經濟嚟講物嘅有演出啊等等來自於南韓一點對北韓嚟講，其實都冇乜嘅條件啦。
因为中國本身演出可能比較談中國啦，有條件啦。但係看中國唔真叫佢收攤呢？哎呀，即譬如講但係中國實在也對北韓來講，佢也有一定嘅影響力，但係也唔係講有安泰嘅影響力。特別係北韓吼，佢非常擔心講，萬一中國仲有一人拿起來做同美國交往其他問題嘅籌碼。還係講即係中國嘅兩頭人換了以後，對北韓嘅政策有所改變，所以北韓對中國實在也係當唔係按信任啊，同中國嘅關係也唔係當好，因此呢，也係北韓也譬如講最近不斷的負責飛彈嘅事情，實在對中國來講有好有壞，因為中國反對南韓部署薩德，就會作為反飛彈嘅防禦嘅系統。全世界人講，那這南韓不過不買一個防禦系列系統，做乜跟中國來反對呢？又咪針對你？又咪針對你？結果呢，北韓不斷的發射飛彈，你就等於同全世界講，南韓係錯，中國係唔錯。你對中國來講，當然唔希望咁樣做啊。以下這個反對飛彈的時候，你不斷的發射飛彈。所以事實證明，李下習近平站唔下金正恩啊。實在習近平上來以後，金正恩同其中習近平中間的關係一棟冷淡啊！以前來講夾把到金正日，一接去中國，但係到金正日後期，實在其實中國嘅關係也唔係當好，因為佢對中國知道講，萬一中國要以後我拿北韓同即係美國係啲其他國家做利益嘅交往，安尼北韓用個啥？所以北韓也知道講，也不能夠完全依賴中國。因為畢竟北韓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啦，講中國按樣去管理嘅內政，係按樣去影響，係有當道嘅困難。佢畢竟係一個國家啦，講其他無線機啊，講按樣嘅問題嘅兩頭人，係按樣嘅影響嘅政策，畢竟佢唔係中國嘅一個線啦，唔係咁容易啊。你也睇到，你看到電都係南韓佢哋當巧妙啊用自家嘅角色來扮演，變做係兩韓關係按緊張嘅關係一隻槓桿。係咪你也點也係你對兩岸關係台灣可以扮演嘅角色？你喺南韓係咪叫辦法扮演槓桿？當然睇可能佢扮演做總統。上擺嘅總統朴槿惠知道講，我想我同中國改善關係，所以中國也變佢也去參加。兩片都係咁。但係呢，一點來講，做後來北韓嘅飛彈嘅威脅，佢係呢，即部署美國嘅反飛彈嘅系統。結果就引起中國對佢係啲不滿嘛。也就是講，整個一個國家最重要嘅就係講人利益都嚟，有啲時候人利益不能變嘅情況之下，來用嚟講要用嚟左右逢源，有啲個困難。因為人利益冇辦法講變就變。對南韓來講，佢最重要利益當然係佢自家國家安全。所以佢主體呢，佢一定要靠美國一邊，佢冇辦法完全靠中國一邊。對台灣來講，更加困難，做乜嘅呢？因為台灣你嘅政治實體，講實在到國際組織啲都冇投票權，然後到國際上來講，那伊冇辦法同其他國家發展非常正常獨立嘅關係，因只能依賴個美國嘅善意，還有對人家啲種安全嘅一種嘅承諾，來維持台灣嘅安全同國際上一定嘅參與，一點係非常嘅困難，實在就講公營工作嘅經驗，莫講係到國際社會啦，就算到一個學校，唔係乜嘅 TV，唔係咩有嗰種專業嘅 TV，實在就同檢驗就冇共用啊。唔係咩啲真實嘅職員，唔係只係一個來聽書嘅人，一個志工，雖然人哋志工嘅貢獻可能比真實職員冇一定較高，但係一道非議嚟講，係呢一種權利，唔就係冇辦法上訴啊。國家咩共用？台灣以後嚟講。因為很多聯合國啲都冇投票權，呢度國際組織啲都冇參加，所以冇辦法利用佢啲度嘅參與和呢支持，來希望美國同人讓步啊。譬如講以色列也好，韓國也好，佢雖然係美國當重要嘅朋友，大部分事情佢也要靠美國，但係佢也唔係100%靠美國啦。呢度事情，譬如講美國嘅支持某個議案。以色列可能唔一定支持啦，可能反對啊。叫裁條啊，台灣嘅裁條啊，然後像甚至像嘅台灣嘅加講到假設而家係亞細人嚇東協會員國，呢度情況之下東協可能會先車講同台灣企業強下，但係而家也唔係啊。
错。所以一點對台灣來講吼，可能無像其他國家有按好嘅條件啦。對2禮拜見面以前，美國要對外公布嘅老調重彈，就是30公佈 TRA 1979年安 Q 之前嘅事情講嘅。2禮拜有人都喺講，有可能佢哋見面以後簽 TC 公佈冇？TC 公佈吼，以下來講，可能無乜嘅非常需要嘅條件啦，因為過去3個公佈吼。就會到國際情勢有重大嘅變化時候，好增強。好，第一個公佈到上海公佈，大家知道，開始嘛。第二建交公佈，跟住就睇事情。第三就8.17公佈，佢係蘇俄去打阿富汗，其實時候夾來合作。而家來講冇講安泰嘅事情嘛，所以我知道可能唔可以提示我。所以2禮拜其實老呢七家國家利益來講，呢也冇乜好事利益。其實吼。可以做嘅事情有限啦，不過也看起來台灣吼，政府上台以後。